哦，种水稻啊，多么不容易啊！你看，要灌溉之前要先松土了哈，松土之前要先那个田埂的草都喷草药了，然后你看抽那个水沟的水灌溉了，北边的来的水比较早，南边的来的比较慢。你看抽水沟的水灌溉完了，你看还要用这个机器来把它抹平啊。哦，可能这个做完还有什么工作，然后才用那个机器插秧的，得来不易啊！哦，要那个吃稻米啊，他得来不易啊。他买田地就要花很多钱啊，几百万啊。然后有那个草要用草药啊，你看，它田要那个耕耘机啊，松土啊，耕耘啊，然后还要灌溉，还要抽水机灌溉，你看，然后还要有这个云平啊，机器来把它弄平、整平、整地啊，然后还有机器插秧啊，这之间可能还要有什么工作的，然后还用无人机喷农药嘞，哦，还要有无人机来喷农药嘞，除草嘞，然后有病虫害，还要除掉病虫害耶，还要灌溉耶，还要来看顾，还要除草的，哦，然后收割，然后要处理稻谷，然后碾米，然后煮成饭才能吃得到饭呢，得来不易啊。